咁樣調嘅湯底喺屋企幾分鐘就可以搞掂一份香口得嚟又超級足料嘅湯河粉。平時早上懶起身，又或者係冇乜胃口唔想煮餸嗰陣時，都中意整翻碗，簡簡單單有湯有肉又有餸。呢個鐵鍋喺我嘅手上使用率超高，佢比白色嘅好打理，經常我都係撳住佢嚟用。水滾之後放入河粉啦，煮佢2-3分鐘，煮腍咗之後過一過純淨水就可以裝碗啦。呢個手工河粉我最近買第3箱啦，佢乾身嘅好容易儲存，煮完之後整湯粉又得，炒又得，個口感都係好爽滑嘅，配料表都非常之乾淨。重新起鑊，放返幾粒牛肉丸，淥埋幾條生菜添，啲生菜一轉色就可以夾返起身啦。調味就簡單咁俾啲鹽、雞汁，屋企有蒜酥同埋紅蔥油嘅，各俾返1匙羹，個湯底香好多噶。啲牛肉係我瞓覺之前提前一晚熱好嘅，落鑊之後大火滾佢10零秒，轉色之後就可以起鑊噶啦，簡簡單單全程幾分鐘就可以搞掂。呢個係今朝整俾2兄弟嘅早餐，3兩下就湯渣都冇得剩啦。